200万的呢，你对倒生啦？啊？对倒会生？这钱当然是咱爱互咱的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什么人对？我即马是倒位钱啊？钱伫倒？钱，不是口座拢你咧管吗？口歹势吼。我嫁你住，我嫁你20-30年啦。你趁偌济，互我开啦。我嫁你算我歹命，你知无？200万的呢？讲还20万了，还是2万？我 QQ 欠欠欠咩钱？一摆生意做都打呢。爸爸叫妈妈美丽。爸爸，代志巧了，到底是安怎？是买啊唔买啊？这个恁妈妈一时想袂开呢，我甲伊讲呢，伊就会听，而且搁再讲，我坚持要安尼做，好。无即嘛，你坚持。是啊。你摕恁老爸答应着，你对恁老爸摕倒。对啊。这什么意思？妈妈，我哪拢知影，咱规家迄个经济大权拢踮咧你遐。对啊，恁为开始读册食饭，拢是我咧摕钱互你啊，啊是恁老爸摕钱互你。但是爸爸答应啊，你民主嘛爱共过啊。是咧过啥？伊敢有烦恼钱，伊就捌咧花假，伊就知啊。为头到尾拢嘛要咧支出。这个你囝的面头前我倒变出来。你就袂了解吼，讲啊来公证结婚2年，即摆才办，讲这欧洲式的啦，欧洲式的拢先试看卖啦，好再来。你讲的是试吃呀？大家搁我拍一个啊，这新郎必须。各位来宾的光临，这10位来对于亲戚支持甲爱护，请以后会继续讲支持，继续甲爱护，感谢。你卖个讲错人哦！即摆话你接起来，你个叫人爱护啊你。哇，今天的婚礼不容万讲，你看有飞哥啊、于大哥、邢木大哥这么多，我们演艺界的各个大哥都来到现场了。每次一有婚礼啊，我们师徒2人平常人讲都跑不掉。是啊，没有办法，以前没有秀场，现在有秀场变成到这婚礼上面。以前都在赌场碰面。非常感谢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。祝福我们这一个陈姐跟她的这个先生这个李兄能够白头偕老。我们刚刚在要来参加这个婚礼的车上还在研究，奇怪为什么拖那么久才结婚呢？是不是有囡啊？祝福他们，也祝福我自己。永浴爱河，这个哪个单位的？这个龙兄虎弟是开什么玩笑啊？龙兄虎弟，收视第一。祝龙兄虎弟节节高升。谢谢祝红白胜利，节节高升。谢谢设计的人。好吃，爸，你们叫我什么？爸爸。你们还真是啊！爸爸，请吃这。安怎？欧洲嘞？你看到你们妈妈没有？没有啊。哦，2天没看到了。你们这个妈妈不是我讲，她跑哪里去了？打麻将，怕麻将啊。这像什么样子？怎么天天在那边外面打麻将啊？妈妈已经习惯是这样子。我今天可是要好好教训她一下。这真的？太不像话！她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妈妈回来了。峨眉送上天，风家满光华，气宇非凡是慧根，唐朝一皇武则天。你告天。你拍麻将转来啊？你不要他客，不要他笑的啊！来，你放心，来。讲我拍3工啦吼，4工拍3工就拿车缴。哎呦，安尼讲你敢若真忝的款哦。拍了足无意思。真忝啊！哎呦。
爸爸找一个都找到啊！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，你要我摸的到底是哪里？再下一点，在这边。哎呀，原来你要摸的是这边。你即马是咧聊啥？你即马是在啊杯酒呀？唔是啦，你拍麻将这么啊忝，我当然是爱甲你马杀一下。哎，奇怪，恁今日爸仔囝是安怎在开会啊？开会啊？都这样呢？无啊，爸，我派你妈见到面煞变。拄啊，毋是讲妈妈等下要甲修理啊？你莫听因这两个死囡仔咧讲话。我讲修理就想甲你骨头敲一个。对啦。差有够多啦，收紧啦。我是讲我家己的爸爸，我阁无了解。修理，哪有修理去就袂歹。修理啥？这个骨头的所在，看有修理有软骨你妈妈即摆是真是咧爽哦。毋是讲咧讲笑的。是。加蛋，我嘛是真是咧得了。有影吼。你真正食蛋羹食一餐。真正看袂出来。爸爸，你的那功夫。自从恁爸吼，恁老爸啦。你即摆是啥？我甲因讲话，我就讲恁爸都无唔对啊。顶个月，咱两个人报一个啊结婚手续了后呢，真正迄个场面是我老的。对。全台湾省的歌星拢总来咧。迄场面有够闹热的。有影吼。哎呦，百年难得一见的。所以讲，我就爱把这个代志讲于世。好啦，讲过去就对啦。讲过去了。好啦，是啦。哇，这嘛算破纪录呢吼！安尼斗阵安尼20多年啊，再来播秋水。是啊。是讲啊，今日爸爸妈妈两个人拄啊都拢有伫。哇，当妈妈就当一两天拍麻将才转来，你毋是一个代志要甲爸母参详。是。参详啥？什么？妈妈咧忝啊。有什么代志甲我讲就好啊。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就好啊啦。对啦，做你讲就好。莫搁甲妈妈交了。安尼啊。来，洗一边。是啊，我迄边。什么代志啊？爸爸，是安尼啦。最近啊，我一寡迄个小学同学啊，来招我呢，同齐做生意。咱查甫人爱出去拍拼。志在四方，就是爱安尼出去拍拼才会使。赞成。爸爸嘛是赞成的。对，爸爸阿妹，我来甲讲好才。但是做生意爱投资啊。投资嘛，做生意无投资，要甲人抢呀。啊是偌济钱，所以你开税偌济。爸爸明理呢。这款爸爸有够赞啊！爸爸，投资的本钱啊，无讲偌济啦，拢总5个股东，一个股东200万。安尼袂讲介大数无嘛？是啊。无要紧，好啦，你就甲你朋友答应就好啊。我这是答应啥？即摆啥？即摆是。是啦。我即摆头拄听到什么讲到钱？对啦，伊就讲要甲一个朋友投资公家迄个什么事啊？直销业。即摆偌趁钱。对。你敢有看到？我就甲伊答应啊，一个200万，5个1000万。我即摆是啥物人咧做主吼？是你咧答应了？就阮的囝要做生意，甲答应者，哪有啥物关系？200万的呢？你对倒生啦？对倒生？这钱当然是咱爱互咱的囝，对毋对？什么人对？我即摆是倒位钱啊？钱伫倒？钱，毋是口座拢你咧管吗？歹势吼！我嫁你住，我嫁你20-30年啦。你趁偌济，互我开啦？我嫁你算我歹命，你知无？200万的呢？讲来20万了，还是2万？我 QQ 欠欠要钱，一摆生意做落都打呢。爸爸叫妈妈骂你。爸爸，代志巧了，到底是安怎？是买啊唔买啊？这个恁妈妈一时想袂开呢，我甲伊讲呢，伊就会听，而且搁再讲，我坚持要安尼做。好，无错嘛，你坚持。是啊。你摕恁老爸答应着，你对恁老爸态度好。啊？对啊。这什么意思？
妈妈，我哪拢知影，咱规家迄个经济大权拢踮咧你遐。对啊，啊你为开始读册食饭拢是我咧提钱互你啊，啊是你老爸提钱互你。但是爸爸答应啊，你民主嘛爱共过啊。是咧顾啥？伊敢有烦恼钱，伊就要咧花价以后就知啊。为头到尾拢嘛要咧支出。这个你囝的面头前搞我闹皮出来，你即嘛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等啊大了，免等安尼无看。啊？你这等了较大了是我家己手提。但你我是我教育我跟你讲，我若无甲你教是一个，你唔知影。无来讲。今仔日这尔小块的代志，我袂使替我的囝安尼决定许啊。你决定啥？决定是决定啦，钱是我咧出的啦。爸母的冤家都是为着你去甲讲算算去。我唔是讲唔肯互你做生意呢，是即马时机太歹呢，对无？什么时机太歹？我爸你唔通安尼啦，你硬要出头，算算去，妈妈压你落地，压到妈就。这个不是压落地，这个哥阿讲放弃，什么放弃？算我甲你讲，恁哥哥安尼若继续落去，将来敢有可能穿一个体统的咧，对不对？恁千万唔通莫甲恁老爸学，那使安尼做一个无，一去3、5工，咱一点仔小心啊！拍麻将转来讲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，啊！摸摸这里，我拍3、5工，我是开着你的钱啊！我即摆是我开着你的钱呢，我开始开我的钱呢。哎，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，是我甲你叫你摸的啊！你家己咧家遐，你在做啥？这查甫人。讲歹听，为较早开始，恁老爸哦，伊自较早就毋捌咧歹命过啦，好命到底啦。哦，敢要还过家哦，一世嘛毋捌咧开。哎，是，我算算去，爸爸，这哥哥做生意的代志，你就放互伊袂去就好。袂使，啊是，我叫恁来卖条，伫这间厝内底，啊，就算讲我无趁钱，但是你看卖一个，逐工3顿煮饭炒菜。去菜市啊，共买一把葱仔头，兼黄金。这款代志敢是一个查甫人咧做的啊！今仔日头一摆，阮囝甲我开一个200万，我看讲这无一介大的数目。你平常时啊，甲工会讲师那拍麻将，大概输一个150万。3摆尔啦，阮的后生都有前途，你敢你讲无要紧，甲我闹开这款嘢，害我一点仔男性的气魄都无。你敢有男性气魄啊？无你这是靠老呀！我从来毋捌看过。哦，我看做某的人遐厉害，会当出手。你是知影是安怎？我甲恁妈妈结婚遮侪年，两个人斗阵讲生恁两个煞毋敢讲出来，才顶个月才来请人家食。在靠啥？我即摆出来让你靠水，这样的。我要来做啊，像你这款查某，我一定要离开你，我袂想着我。啊，代志大。啊，阮哪会遮富有？前拄的拢是这款型，归去啊，切切的较尾成头硬。这是你我永远的注定。啥人来讲嘛讲无情啊！妈妈，你著甲救一紧甲救一免插伊，做伊行去，看伊往后行，看伊安怎出去大门，就莫倒转来。真正你也可赌，是，爸爸，你两个都要好好听。哎，是，爸爸，你小等听我讲几句啊话。哎，是讲安尼啦，爸爸，你今仔日走，我嘛感觉吼，莫甲你留是对你较好，对吧？我是感觉你一个查甫人活到这出来，你都无尊严，你出去闯也是不错。哎呀，真有几辛苦啊，真歹。恁两个千万后摆行甲恁老爸这条。喂呀，伫你身上发生的代志，阮绝对袂做这款的人。是囝子，是你饲着你这块囝哪有意思？摕几百出来，讲你规气莫互我看着，你讲你敢若存两千我就无啊？摕出来安尼买2张互我，安尼是算啥？是想爸爸，我嘛有份哦，我嘛是感觉这间厝你也搁大落，真正无意思。出去外口拍拼者也好啦。
赞助你1000。哎，这世间的冷暖，这敢是用几句话话规线咱钱有法度形容？是讲，爸爸，你这个年纪了，出去吃头了。我要就抓，绝对我要靠恁老母，我跟你讲。是啊，你一寡建议。无即马是安怎？你两囡仔叫来，过来，回去行啦。或者老高出去看外头啦。爸，啊你真别正无练啦，莫再甲我讲安尼啦。年纪真大呢。我跟你讲，恁老母即马已经感觉我是无利用价值了，对。我来走，家己保重啊。好。妈妈，恁都唔知影。恁老爸较早好命，伊是16岁，唔是我咧嫁伊呢，我是伊是我招的呢，16岁就地我呢，16岁就地你啊！我食30-40年啊，是偌歹。哎呦，妈妈，老王你老开这款人，莫伫我囝面头前搁再讲嘛，我先来走，再见。爸爸，这是ਕੀ啊？查甫人啊，恁都绝对唔是恁老爸安尼。安尼哦，我唔是对伊歹。哦，互伊老伙出去也好，出去一抓，伊才知影讲家庭的温暖。无咯，我是惊讲。我讲两句话丢就要走，甲咱回娘家咧。我是惊伊。到底是我咧回娘家，伊回娘家我唔知。你拢唔知啦，伊较早自少年就好命，都毋捌做过工课啦，16岁就地完呢，互我招呢。年岁啊大，我不做管安尼，真正安尼放伊出去哦。免烦恼啦，所以每一个家庭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。安尼吼，哎呦，磨你一个安尼吼。人人想过好光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有几对好夫妻呀，有几个好家庭。人人想过好光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有的是没金钱呀，有的是没感情。不见有感情，穷有穷叹息。有钱没感情呀，富有富伤心。男的有钱又有情，有的是保暖有幸运，把好好的家庭闹得不太平。你若想过好光阴，家人不能不真情，别靠着有金钱呀，就伤了好感情。对，你讲了真有理哦，退还诺嘞。你爸爸，刚才我听到了，你妈妈跟他后悔啊，对。想买一句讲得真好啊，不要为了一点钱伤了好感情。把你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安尼我讲了有对无？啊？我就讲恁老爸就行无3点钟啦，我若食你食到9:18就够的啦，讲实在。爸爸，那这不是阮咧讲伊啊，一点志气都显现不出来。志气，你不是讲要出去家己拍表？总有一天我会离开恁老母。安尼参详一下，我唔是袂食苦，过年过了我才走好，外口有讲。哎呦，摸这里，摸哪里？你即马知影讲，安尼好你去啊？去你去创啥？你啊，恁两个囝的衫裤洗洗咧。你都好熬啊，对无？紧去啦！爸爸，今日阮想要换一口，要食糜，你煮一个糜啊，有韭菜，爱掺迄个蚵啊无？这几粒两项，荷包蛋真的哈。食够。你即马是？